而家嚟到係送大禮同埋自由辯論嘅時間，咁每張名單呢，可以有1分50秒去進行呢個環節㗎。我哋會先請1至5號咧送出佢嘅大禮嘅。好，有請1號送大禮。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所以你哋全部都冇牙齒。陳克勤、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田北俊呢度全部加埋龐愛蘭，全部都共產黨叫你嚟選嘅，你哋係最無恥。嗱，點樣樣咧？我示範一下，呢個就係啦。你睇佢講點講嘢嘅，就係咁噶。你就話聽到佢哋全部嗰啲嘢就係咁噶啦。你哋個個都無恥，分咗啲嘢佢，知唔知啊？仲有一個送俾卿姐嘅，呢個咧就係天生一副硬骨頭，不過牙齒差啲。我希望阿卿姐都解釋一下5區公投嘅立場，我一陣間同佢辯論。呢副就送俾劉慧卿嘅，就係我覺得佢哋冇乜口齒。佢哋唔得，骨頭硬，唔夠口齒。自由黨喺關鍵時候先至捍衛底線，民主黨喺關鍵嘅時候咧就出賣底線。長毛，你覺得呢兩個黨邊個最無恥？難分牽涉，不過民主黨係有啲分別嘅，暫時都未到最無恥，佢仲頂一下嘅。我希望辯論其他嗰5個無恥人咧，就呢啲咁嘅咧，就拎去下邊㗎啦，要跌晒嗰啲牙齒啊！好，田北俊你有份㗎。其他啲人我唔敢講自己啦，但我做嘢絕對有良心，絕對唔係你講嘅冇無恥。喂，你9年先發作一次有良知，等你救命死得啦！9年一次啊！我同長毛講過㗎啦，如果有需要咧，我哋唔會做公投嘅長毛，所以咧我哋希望咧，我哋係會喺同一陣線做事。長毛，我哋喺立法會啊，我哋 say no 多過你啊！唔係淨係9年，成日都講9年，由9年開始到今日都係 say 緊 no。我想問自由黨咧，點解係捍衛底線，唔係走在最前線？即係有賊入屋咧，你唔係阻住佢唔俾入，係佢嚟搶嘢搶到條底褲啦。我條底褲俾人搶，你都冇出聲喎。係你條底褲俾人搶，自由黨就嚟滅黨咧，先至話嗰個就係關鍵時刻，嗰個咧先至係為你會捍護嘅東西。你哋啊，由頭到尾都係反對掟蕉㗎啦，我哋唔係學你㗎。我哋咧最緊要咧就係建設性，你哋係破壞性。所以走在最前線嘅，咪俾你走咯。萬俾你走在最前線啊！你攞民主派嘅票啫嘛，你有冇走錯方向啊？你個方向喺建制派嗰邊啊？唔係話攞票就唔可以話啲建制派，建制派有啲而家佢就扮民主派，佢扮話走在呢個港人幫港人捍衛嗰個核心價值、捍衛嘅底線。其實個底線係佢自己嘅底線嚟嘅，佢自己就嚟冇命，佢先至行出嚟嘅。之前佢係同謀嚟嘅，係政府嘅同謀。佢哋自由黨以前啟聯資源中心通過幾多惡法、幾多害民生嘅事啊！從來未辦過民主派，從來未辦過反對派。你係咩派咧？咁我哋係中堅中立，憑良知求實事。好，如果冇其他回應咧，請2號送出你嘅大禮。大家好啊，我係2號工聯會葉偉明。今日咧，我哋想送一份禮物俾全港市民，就係一個安樂窩。因為我哋知道咧，其實全港嘅打工仔女咧好多，其實個好簡單，就希望有一個安樂窩。等一天勞累工作之後咧，翻到屋企可以休息一下，然後再同屋企人咧傾下偈，分享下一日嘅生活入邊嘅苦與樂。但係好可惜咧，而家唔少嘅打工仔女咧，其實係想揾一個舒適或者租金合理嘅安樂窩咧，都係好困難。所以我哋希望咧向政府進言幾句，係還翻一個安樂窩咧，係俾我哋嘅香港市民。我哋第一咧係希望咧政府係要增建公屋，係去到每年咧係3萬個或者以上，係縮減呢一個公屋嘅輪候時間去到2年，同埋咧係要調升翻呢一個咧係入息公屋申請嘅入息限額同埋資產，等更加多嘅人咧係合適咧係去申請公屋。第二個咧，我哋覺得係要幫助一啲人咧係有需要置業嘅時候咧係復建居屋。係起多啲嘅居屋嘅。第三個，為一啲有申請唔到公屋，但係要租住私樓嘅人士咧，提供呢一個咧租金嘅免稅優惠咧，係幫助佢哋度過一段嘅困難嘅時期。呢個咧，我哋希望政府係能夠採納，還我哋香港打工仔女一個安樂窩。多謝。工聯會講得漂亮，做就冇膽量，淨係識得係去保皇支持政府，支持梁振英當選就係一例。而家梁振英喺港人港地問題上已經縮沙啦。工聯會點樣係為港人爭取權益啊？姚偉明，點解你嗰個
安樂窩嘅模型全部都係屏風樓嚟嘅，你係咪想令到地產商可以賺到多啲錢啊？我哋講嘅係緊公屋，唔係喎，你前面嗰啲好細嗰啲咧，開頭我哋係講緊係公屋，我哋係係一直都係講緊公屋同埋居屋。有冇其他？我哋工聯會係好堅定嘅。葉偉明，你講一套做一套，你就話要增加公屋，但係梁振英呢仲係15,000個單位。回歸前我哋每年都有3萬個公屋單位，過去10年就連15,000個都唔夠。而家梁振英計過，你60票俾晒佢，你講呢個係你講嘅啫。咁珍貴嘅事，假大空嘅行貨廢話，唔怪之得咧，佢係立法會60個議員裏邊知名度最低嘅。佢話喺信報訪問，我要成名。如果你要成名，就諗啲好啲嘅説話，唔好淨係講埋晒啲假大空嘅嘢，否則咧係今年你係選唔到，更加冇香港人會再識得你。我唔似你好似一個演員。仲有冇其他人想回應？好啦，咁啊2號你嘅時間已經用完啦。我哋認為咧，從政嘅人咧，誠信係好重要。任何人意圖係遮瞞自己嘅政治立場咧，喺道德層面嚟講，其實係欺騙。頭先我哋辯論土共入侵教育界，辯論呢個新界東北發展嘅時候咧，有人就唔想出聲扮隱形。龐愛蘭小姐，我哋呢樽隱形藥水咧就係今日送俾你嘅大禮啦，現形藥水係啦。你一直咧都否認自己你係建制派，否認你係親共嘅，否認你係西環擺布而參選嘅，你一直都否認。不過我可以話俾你聽，從你嘅政治聯繫，從你背後嘅政治力量，以至你嘅政治立場嚟講，你係清清楚楚嘅左派，你係中聯辦嘅契女，所以一樽現形藥水，希望你能夠善加運用，及早現形，唔好妄想去欺騙我哋泛民嘅支持者去投你一票。我多謝你嘅提問先嚇。我咧作為一個藥劑師咧，就真係接觸好多藥嘅。咁咧就我自己想講咧，我喺過去30年咧，都係擺明做好多實事，禁煙禁毒、基層醫療嘅工作，完全係好清楚透明。仲有咧就係、我就冇做過人哋契女，不過咧我自己做禁毒工作、青年工作，就一籮嘅契仔契女係幫佢哋咧翻正途，唔好吸毒。個係我工作，亦都係我嘅抱負，因為我愛家庭。公民力量龐愛蘭經常講話愛呢個愛嗰個咁樣係，但係如果真正愛我哋下一代嘅父母咧，就應該好清楚話俾政府知道，要求要撤回洗腦國民教育。公民力量嘅劉江華係支持洗腦國民教育，公民力量過去曾經支持過23條立法，你點樣叫人哋信你哋？有圖有真相，天生一副涼粉相，龐愛梁振英。龐愛蘭從來冇否認佢同中聯辦嘅關係，唔係契女就係中聯辦傀女。12號。送14個字俾你，係公民力量龐愛蘭，食粥食飯靠西環。龐愛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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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西環。我覺得而家我哋選緊啦係香港嘅立法會，點解要同西環咩扯上呢？我龐愛蘭爭取係新界嘅支持，我哋係用我哋嘅專業團隊過往10幾年嘅紮實嘅工作，專業。係為我哋下一代咧，係去希望佢有多元化嘅發展。或者咁啦，我哋對阿龐姐斯文啲，我哋俾個機會你，點解你要加入呢個人盡皆知嘅左派公民力量呢？我想講咧，我同佢哋合作咗5年，我覺得佢哋過去18年咧有好紮實嘅地區工作。我自己都係睇到喺新界東，我哋有18位議員咧，全心我哋新界東嘅市民服務，所以我欣賞佢哋咧係紮實嘅工作。而且咧，公民力量我想講咧，亦都唔係一個政黨。同時欣賞埋公民力量黐阿爺靠阿爺嘅左派政績咧，係咪啊？請龐小姐你拎出勇氣，對住鏡頭話俾市民聽，你對平反6·4係咪支持嘅？你係咪反對23條立法？仲有啊，係咪要取消功能組別啊？龐愛蘭對平反6·4上次辯論唔敢講，今次辯論唔敢講。我而家話俾你聽，點解香港市民要提出平反6·4？我哋唔係要阿鄧小平、李鵬出嚟講聲對唔住，我哋係怕再嚟一次屠城嘅。好，我哋請4號送出你嘅禮物。好，唔該晒。咁我咧就係都幾有愛心嘅嚇，有關注即係健康。咁我呢度咧係有一個助戰 cushion 嘅，咁咧我就諗住咧就送俾 Emily 劉慧卿嘅，因為咧真正嘅民主嘅大理念咧係要輪替啦，係咪先？咁啊由91年咧到而家都2012年咧都坐咗議會咁耐嚇，會唔會係個助戰啊？有啲嘅舊啊或者係辛苦啊咁咧咁所以咧我都想咧即係代選民咧即係送呢一個即係代議政制啊嘛，就送俾 Emily。咁啊睇下需要換個助戰啦，定係換個人做啦？
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即係想大家見到咧，呢個係一個動物圖案嚟嘅，咁亦都希望大家提醒生命平等，千祈唔好虐待動物嘅。Emily 一陣間送俾你啊！3號你想唔想回應？我多謝你送個位俾我啦，不過你就話冇乜資格㗎啦。助戰送個位俾我咧，就係新界東嘅選民。我劉慧卿91年到而家咧，每一屆我都好多謝選民嘅支持。我哋黨內咧，亦都希望咧係有更多人可以出嚟參選。我哋咧係黨內黨大會去選啲人出嚟嘅。你問下邊幾個政黨係黨大會，抑或係有幾個老人家欽點啲候選人出嚟㗎？嗱，其實安琪你知唔知啊 Emily 你又嗰啲民主大理念，你又搞錯啦！你剛才嘅 wording 話我送個位俾你，我真係冇資格送個位俾你啊！我送個助戰俾你咋。多謝你係嚇啦，多謝你，多謝你俾我。 You're welcome。唔該晒，我哋休息陣間之後咧，繼續下一個環節。